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講一講關於香港北角嘅深度歷史旅遊故事同埋步行指南。我哋會透過5個關鍵嘅歷史故事啦，會帶大家穿梭喺消失咗嘅北角炮台、皇都戲院同埋春秧街電車嘅族群日常，探討呢一啲嘅社區點樣從軍事邊陲演變成為充滿異國風情嘅文化重鎮。我哋會提供獨特嘅城市視覺同埋路線建議嘅。北角作為香港最北端嘅地標，佢嘅地理特徵預示咗佢喺19世紀嘅變遷命運。呢一片最初係向維多利亞港突出嘅荒僻海角，喺短短100年之間，從殖民精英嘅避暑勝地演變成為遠東電力心臟，再到戰俘營同埋族群文化中心。今日嘅北角係一部由多重族群遷徙同埋權力演進編織而成嘅空間敘事詩。透過深度步行同埋空間觀察，我哋能夠撥開而家高樓嘅表象，睇一睇呢座城市點樣喺電力、哨煙、音樂同埋方言嘅層疊之中重組出獨特而且複雜嘅歷史身份。第一個故事：電力之火與保衛戰之餘溫。北角發電廠。20世紀初，隨住港島開發重心東移，北角憑借能夠容納煤炭運輸船隻嘅深水海岸線，被選為香港嘅電力樞紐。1919年投入運作嘅發電設備，竟然係跨越半個地球，從加拿大杜森市買入咗2手蒸汽機。呢一個就反映咗後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全球工業資源流動嘅特殊性。呢一場電力選址唔單單係決定咗北角嘅工業底色，更使到佢喺之後喺戰爭之中成為必爭嘅戰略焦點。1941年12月保衛戰期間，發電廠成為慘烈嘅戰場。發電廠經理 Vincent Sobey 同埋平民員工並冇撤離，而係協助義勇防衛軍進行抵抗。根據歷史資料，防衛軍曾經出動裝甲車隊喺電氣道同埋渣華道一帶發動反擊，試圖奪回被日軍佔領嘅區域。最終喺優勢火力之下，遭遇到殲滅性嘅打擊。呢一段血腥嘅歷史，揭示咗基礎設施喺戰時嘅極端戰略價值。佢即係文明嘅泉源，亦都係權力交替之中最容易引發屠殺嘅標靶。戰後為咗解決修復初期電力不足嘅問題，皇家海軍曾經調派一艘艦艇靠岸，利用潛艇嘅推進發電系統，為電廠嘅輔助泵提供初始嘅電流。呢一個喺工程史上係極為罕見嘅臨時應變措施。今日我哋行喺電氣道呢一座昔日係遠東發電樞紐，已經喺1980年代轉變成為大型屋苑，即係現時嘅城市花園。呢一種從中工業熱火去到現代中產住宅嘅轉變，實際上就係資本對戰略工業地塊嘅空間回收。當我哋喺廣闊嘅屋苑之中嘅中庭嗰度穿梭，實際上就係踩緊當年支撐住全港運行嘅巨型地下結構之上。隨住東部海岸線嘅擴展，呢一種由電力帶動嘅工業繁榮，喺戰爭時期隨即被另一場更為陰暗嘅空間功能轉向所覆蓋。第二個故事：刺絲網下的生存記憶，北角戰俘營。北角
曾經係香港作為亞洲難民港嘅沉重縮影。1930年代，為咗安置避難災民而建設臨時木屋。喺1941年陷落之後，諷刺咁從人道避難所轉型成為囚禁加拿大施暴隊嘅北角戰俘營。喺日軍嘅武士道羞辱之下，投降嘅戰俘被視為失去尊嚴嘅懦夫，因此遭受非人道嘅對待。1684名加拿大籍嘅戰俘被塞入去原本只能夠容納300人嘅木屋，同垃圾同埋蛇蟲鼠蟻共處。但係 William Allister 嘅日記記錄咗尊嚴嘅頑強。戰俘喺極端匱乏之中組織地下教室，呢一種精神上嘅內部逃亡，就係佢哋對抗死亡威脅嘅武器。我哋睇一睇戰俘當時健康同埋生存嘅狀況。有4種疾病。第一種白喉，對戰俘嘅影響同埋成因。白喉喺1942年大爆發，因為極度貧血、缺乏血清藥物所致，會令至到58名加拿大籍嘅戰俘不幸死亡。第二種痢疾，喺極端環境惡劣之下，衛生匱乏嘅木屋區迅速傳播，因為脫水同埋營養不良造成高死亡率。第三種腳氣病，因為長期食用發咗毛而且缺乏維他命 B1 嘅米而引起，導致到嚴重水腫、神經炎同埋心臟衰竭。存活嘅統計，惡劣環境持續3年，多數戰俘伴隨終身創傷，最終嘅存活率只有84%。今日嘅英皇道遊樂場天照街，當年曾經係刺絲網同埋高壓電網包圍嘅邊界。當市民喺陽光之下休憩，呢一片土地之下，仍然潛伏住關於受難同埋求生嘅集體記憶，提醒住觀察者，繁華都市之下嘅空間往往承載住被遺忘嘅沉重過往。戰爭硝煙散去，北角迎來另一批難民。佢哋為咗呢一片創傷之地帶嚟咗精緻嘅現代性想像。第三個故事，文化飛地的現代性想像，皇都戲院與小上海。1949年之後，南下嘅上海移民潮將北角重塑成為小上海。呢一群擁有雄厚資本同埋審美追求嘅新香港人，直接促成咗北角從邊緣工業區向高級文化飛地嘅轉型。由哥德禮興建嘅皇都戲院，原本嘅名叫做璇宮戲院，喺歷史認知之中，常被誤認為亦單純嘅電影院。實際上，佢係冷戰初期香港最重要嘅國際音樂廳。佢引進咗維也納愛樂樂團等頂尖嘅團體。佢標誌住嘅拋物線型外骨架嘅屋頂支架，透過混凝土支撐住無柱空間，展現咗1950年代極致嘅前衛主義精神。呢個唔單單係建築實驗，亦都係香港作為自由亞洲文化窗口嘅戰略宣言。目前位於英皇道同埋天照街交界嘅皇都戲院正係進行保育工程。讀者可以仰望嗰一座宏偉嘅灰色拱架，感受到嗰一種試圖打破文化沙漠，標誌住宏大雄心。呢一種海派嘅世界主義色彩，隨後更加具備民族性、更草根嘅閩南社群，產生咗有趣嘅文化衝突。第四個故事，紅色背景下的霓虹與鄉音。
新光戲院與小福建。1960年代末，福建移民同埋回流嘅華僑湧入，將北角轉向咗極具有強烈地緣政治色彩嘅小福建。呢一個社群展現咗同上海精英好唔同嘅基層員工同埋民族情感。1972年落成嘅新光戲院最初帶有濃厚嘅左派窗口功能，但歷史產生咗奇妙嘅諷刺。由於福建社群對於鄉音嘅執着情感，呢一度意外咁成為保存粵劇遺產嘅聖地。福建社群嘅鄉音情感竟然能夠奇蹟咁樣成為粵劇呢一種傳統文化喺現代都市之中保存容器，使到新光從政治堡壘轉化成為文化嘅救贖地。我哋去春秧街街市，你會睇到電車慢慢穿過密集嘅露天攤檔，呢度所售賣嘅麵線、印尼雜貨，構成咗連通東南亞嘅跨國經濟網絡，展現咗福建社群強韌嘅生存脈絡。呢一啲複雜嘅族群故事之後，仲隱藏住一啲似乎消失喺現代地圖上嘅殖民起點。第5個故事，消失海岸線上的工藝殘響。油街12號。喺工業同埋移民潮之前，19世紀末嘅北角曾經係殖民精英嘅社交聖地。1908年喺港督盧吉爵士嘅支持之下，皇家遊艇會喺呢一度建立。當時嘅建築緊鄰嘅海濱係一片遠離繁囂嘅歐式度假空間。呢一座建築採用咗香港罕見嘅工藝美術風格，強調紅磚、石灰牆同埋自然材料嘅手工質感，反映咗殖民者喺異鄉重建家鄉感嘅建築嘗試。但係1930年代嘅填海計劃徹底重塑咗地形，讓呢一座原本臨海嘅會所迷失咗喺陸地深處。呢一種海與陸嘅移位，對城市地貌認知產生咗巨大嘅衝擊，亦都標誌住北角從自然景觀向高密度嘅人造都市最終轉向。今日我哋走進油街實現，你能夠感受到紅磚老牆同埋現代玻璃展館之間嘅對比。企喺建築後方，面對住唔再係浪途，而係密集嘅車道。呢度正正係當年遊艇下水嘅地方，亦都係地理層疊最直觀嘅證明。總結嚟講，北角嘅歷史唔單單係單線前進嘅，而係一種類似地理層疊嘅存在。喺呢一度，臨時性嘅木屋營舍最終演變成永久性嘅居住社區。發電廠嘅遺址支撐起現代屋苑，移民會所嘅煙囪同福建廟宇嘅香煙喺同一片天空之下共存。呢一個係關於生存同埋重組嘅樣本。北角喺電力、哨煙、音樂同埋方言之中不斷重構自己嘅身份認同，展現咗香港喺變動局勢之下極強嘅空間彈性。當我哋步行穿梭呢啲街道，我哋閱讀嘅唔係單單係過去，更加係呢一座城市點樣喺全球地緣政治嘅夾縫之中建立起屬於自己嘅生活史。多謝大家收聽，歡迎訂閱。